Hello，大家好，又到咗星期四下晝4點15啦，呢個移民幫到你嘅時間啦。我係大利歐斯環球嘅 Jenny Tong 嚇，咁啊今日咧就好翻好多啦。咁啊雖然咧你都聽到我把聲仲係有少少塞塞地嚇，咁啊都不過最少就都可以唔使繼續飲住呢杯咖啡先至同你傾到偈。嗱咁啊今日咧就係想同大家講呢一個歐盟嘅護照啊大變天啊又變啦，咁啊繼續收緊啊，今次咧就講愛爾蘭嘅嚇，咁啊愛爾蘭咧一路咧都係香港人嘅其中一個摯愛嚟嘅。點解咧？因為成個歐盟咧得佢一個咧係可以俾到呢一個歐盟嘅同埋英國嘅居留權俾你嘅。咁啊 meaning 就係話，當你入咗籍之後咧，成為愛爾蘭人咧，同時間咧你都可以喺英國生活啦、居留啦、工作啦、讀書等等嘅嚇。咁即係呢一個咧就係佢有一個叫做 CTA 啦 Common Travel Area 呢樣嘢咧，咁就係令到佢咧就喺脫歐之後咧繼續都可以咧保持同英國呢一個特別嘅關係嘅。咁啊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佢將會點樣收緊咧？呢個咧暫時係未通過嘅，咁啊只係話有機會啫。咁啊雖然話未通過，咁啊但係咧我相信1年半載之內咧有機會通過㗎啦嚇。咁啊大家想知道究竟佢係點樣加辣法咧，就要留意啦。咁我就會咧喺一陣間咧慢慢同大家講啦嚇。咁啊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咧，最好就同我哋公司啊傲視環球咧預約一個時間 one on one 傾下偈啦。咁啊因為大家見到所有呢啲 program 咧買少見少啦，而呢一個全唔係淨係歐洲啊、美國啊，即係全球啊、歐美咧都係一路收緊㗎啦嚇。咁啊首先就係可以係喺呢一個我哋公司啊 Ice Global 嘅網站啦，或者我哋嘅所有 social media 啦，你打返我公司 Ice Global 或者傲視環球咧，就其實都揾到我哋，咁就有免費嘅諮詢啦。我哋就係每一日咧都有 update 㗎啦嚇。咁啊如果你真係想話真係 tailor made 量身訂做一個方案俾你自己嘅，做一個更清晰、更美好嘅人生下半場咧嚇，或者留翻俾你哋啲細路仔更多嘅選擇咧，真係唔好吝嗇啦！馬上咧同我哋CS 咧預約一個時間咧，就去做一個即係私聊啊，就大家見面坐低傾下偈啦嚇。咁好啦，咁啊睇下有冇啲朋友仔入嚟同我傾偈先。見到 Jimmy 啊，hello。咁啊 Jimmy 咧有個鐵粉嚟，成日見到你嘅名真係好開心嚇。咁啊其他啲朋友仔喺電話啊、手機啊、iPhone 啊、iPad 旁邊咧就快啲入嚟咧傾下偈啦嚇。好，咁啊愛爾蘭啊，咁啊一路咧講翻佢嗰個即係做法啦。本來咧就係一個 residency program 嚟嘅，佢有一個叫做 IIP 啊，就係 Ireland Investment Program。咁咧佢呢一個投資移民嘅方案咧，其實係呢一個2023sorry 啊，即係呢一個2007-08咁上下嘅時間 roll 出嚟嘅。咁啊 roll 出嚟當時係做緊50萬歐嘅啫嚇。後來咧就去到即係實在太受歡迎啊，去到2013咁樣咧就一路咧都仲係做緊50萬嘅啫嚇。咁啊1415咧就已經開始加價，咁啊去到即係由呢個50萬咧就去到100萬歐，但係當時仲係買房地產嘅嚇。咁啊再去到再過多5年度啦嚇。咁咧佢就淨係得翻100萬咧，就係買呢一個基金啊嚇。咁咧就係 sorry 應該話佢50萬咧一跳到100萬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買基金啊，就唔係房地產啊嚇。不過有啲基金咧都係投資落去房地產度嘅。咁而呢一個基金咧，亦都係太受歡迎啦。嗰100萬咧，即係佢除咗係做投資之外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係投資捐贈，咁咧就係50萬就捐贈。咁啊投資捐贈嘅意思咧，就即係攞唔翻嚟啦。咁平時嗰啲投資嘅，無論係去房地產基金啊，或者係股票基金啊、債券基金咩基金都好啦，你都有機會賺錢噶嘛，係咪？咁啊當然有機會輸啦，亦都嚇。咁啊但係捐贈嘅最好啦，係唔使擔心啊，你一定攞唔翻噶啦嚇。咁啊去贏輸唔關你事啦嚇。咁啊呢一個投資同埋投資捐贈咧，咁啊一路咧係運行咗呢一個。都差唔多幾多年啦，佢咧2014-15咁樣啦嚇，就即係變咗做100萬啦嚇。一路至到早幾年啊，咁啊而家係2026啦、2023度啦，佢就無端端咧就係話 close 咗啦咁。咁啊其實都好多人估唔到啊，我都自己估唔到佢係突然間咧情人節嗰日2月14號咧就話聽日開始就會 close 啦，我哋唔再做呢一個100萬呢個投資移民啊咁樣樣。咁啊所以咧。你又覺得好奇怪咁，其實佢已經閂咗門啦，咁何來收緊呢？咁嗱，因為咧佢呢一個
居留嘅 program 啊，呢個 residence 嘅 program 咧係點樣做嘅咧？我一路都係講緊咧，佢係即係如果你只係攞個居留權或者呢一個叫做即係嗰個身份證啦嚇，就好似香港咁，你淨係攞身份證，唔係入籍，唔係攞護照咧，其實對你咧就冇乜影響㗎嚇。咁啊嚟緊嘅收緊咧，你唔需要擔心。但係你諗住入籍咧，你就真係要留心聽住我講啦。咁我一陣間就會繼續講落去啦嚇。咁啊，其實咧就全世界都係咁收緊㗎啦嚇。佢 residence 因為已經閂咗門，你想申請咧，唯一就係捐贈嗰度，我哋暫時都有少量位置啊。咁啊，本來係50萬嘅，咁我哋有啲團購啦，咁啊湊夠幾個客一齊咧就40萬捐贈啦。咁呢啲係以前做落嘅 project。因為我哋有 project 喺度而未滿嘅話咧，譬如你剩翻即係10個8個位咧，佢俾你繼續去招分，即係去叫做咩？去raise fund 係啦。咁咧如果你係我哋即係嘅客戶啦，自己嚇咁啊優先咧就俾個位置你咧，仲可以咧係用折咗之後40萬歐咧，就係做呢個捐贈，就攞呢一個佢嘅愛爾蘭嘅身份啦嚇。咁其實佢個要求咧，只係咧1年咧係住1日嘅啫，連續咧就係住5年嗱。佢嘅意思咧就係所謂連續住5年，就係如果你諗住入籍咧，你就要連續住5年啦。但係如果唔係諗住入籍咧，其實咧就只需要1年住1日，咁咧你就譬如你每年啦頭搭尾咁樣去啦，聖誕節嗰時去咁啊過埋年先翻嚟，咁其實就已經係繼續嗰2日啦，係咪？咁啊你去2個星期歐洲旅行，其實都幾開心啊！順便啊即係去玩下，又去住下呢一個，即係佢有個要求就係1年住1日啦，最少一個 trip。咁咧你就唔係佢嘅稅務居民啦，因為你要住一半嘅話，好似英國或者其他地方咧，你住一半就梗係馬上成為佢稅務居民，就交當地嘅稅啦。咁但係我而家即係我哋而家呢一個情況，好多人都好關心呢一個全球徵稅嘅問題啊。咁啊呢個我哋就係揾一個機會再講啦。咁啊講翻呢個 program 咧，因為你只需要住1日，其實你就唔係佢稅務居民。但係愛爾蘭嘅稅咧，除咗 corporate tax 特別低啊，你做生意就係15%啦。咁啊，所以你見到好多大嘅企業咧，全部即係蘋果啊、Google 啊、美國嗰啲大企咧，好多都喺嗰邊咧係即係做咗呢個 headquarter，做咗呢個總部嚇。咁啊，但係咧香港人就少啲啦。以我所識就好多咧都係即係諗住係因為佢有呢個 CTA 啊，可以同時擁有喺英國同埋喺愛爾蘭生活嘅所有好處啦嚇。咁所以就當時係非常之吸引嚇，咁而家都仲係好吸引嘅嚇，因為佢就係冇呢一個居住嘅要求，1年住1日即係等於冇啦。咁而你呢一個1日之後咧，佢點計咧？就係話你通常第一次咧就住夠2年之後，佢就 renew 啦。咁咧你個簽證就係做即係下一個簽證就係2年啦咁。咁就變咗係4年啦，咁之後再有一個咧就係1年啦，或者2年啦咁嚇，咁或者係第一個2年，第二個就3年咁樣啦，咁即係視乎係即係個因人而異啦，通常都係大約呢2樣啦。咁之後咧，如果你唔入籍咧，就係5年咁 renew 噶啦，咁好簡單嘅啫嚇。咁你咪一路 keep 住做佢嘅居民。咁你就係可以繼續喺因為你攞咗佢嘅居留卡咧，亦都可以咧，即係好似香港咁攞張身份證啦。咁佢係唔係永居，係臨時身份證，但係佢又俾你不停咁 renew，咁你當係一個永遠可以 renew 嘅永居咯嚇，即係永遠需要 renew，亦都可以 renew 嘅永居嚇，又不能夠就咁叫永居啦嚇，因為佢個名唔係叫永居嚇。咁你知呢啲名咧就係個個國家唔同啦，度度都唔同啦嚇。咁好處就係話你可以選擇你幾時諗住入籍啦，你就要去自己計下數啦嚇。咁要9年之內住滿5年嚇。咁最好就係最後入籍諗住弟子入籍嘅時候咧，嗰年就連續1年啦，365日唔好飛走啦。之前嗰啲你可以打散嘅，咁詳細點樣計啊？當然呢啲又要揾我哋坐低傾下偈先至慢慢同你講啦嚇。係咪見到第二啲朋友仔話 Chris 啊 ，hello 呢個有我鐵粉嚟噶。雖然咧我話咧好翻都冇乜嘢啦，但係其實咧要做嘢咧，好認真咁去同你哋傾偈啊、講嘢啦、拍嘢咧，其實咧都係
有少少點講，即係要用神咧。我諗咧大家都知㗎啦嚇，呢啲咁嘅天氣啦，咁啊你就會覺得好似都比較吃力㗎。不過唔緊要，我都繼續講落去先啦。咁我盡量咧就即係慢慢講啦嚇。好啦同埋細聲少少喎要嚇。咁啊就講翻啦。如果你係喺即係呢個情況之下，你未曾入籍、未曾申請入籍，亦都未曾攞到佢個國籍嘅話咧，咁嚟緊嘅轉變咧對你咧係有機會有影響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不過咁我哋話有分兩頭啦。佢而家呢個做法咧，只係話配合其他歐盟嘅國家嘅啫。嗱，你諗下咧，即係好似呢一個西班牙都係要10年住滿10年先可以入籍啦。咁啊，亦都係西班牙咧，就係佢 close 咗個 program 啦，即係直頭 close 咗個投資移民啦。咁葡萄牙咧，本來咧係住滿5年咧就可以申請入籍啦。咁而家咧佢就已經改咗係要住滿10年先可以申請入籍啦嚇。咁你話佢嗰個投資移民咧依然仲有嘅，西班牙葡萄牙仲有。但係咧，佢就講明係唔可以買樓啦，只可以咧係買基金嘅。咁你嗰50萬買基金，如果你話哎呀我驚蝕咗佢喎，咁啊到期時攞唔翻，咁點算啊？咁啊首先你做投資移民咧，咁啊梗係有機會賺又有機會蝕啦，咁就冇咩話叫做保證㗎啦嚇。唯一保證咧就係做投資捐贈。因為咧就保證你攞唔翻咁，呢個最安全啦，係咪？咁啊唔需要擔心嚇。咁通常咧，如果做捐贈咧，就係你投資嘅一半嚟嘅。咁啊，度度都如是啊，因為咧呢啲成個世界咧都好 open 嘅而家嚇，呢個市場嘅情況咧就係你又睇住我，我又睇住你，咁啊大家點樣即係你又點樣打我，我又點樣打你咁解嘅啫嚇。咁所以咧，如果係葡萄牙嘅，佢個捐贈都去到25萬㗎啦嚇，咁啊，亦都係暫時仲有位置啊，可以做啊，咁啊，大家都可以揾我哋公司幫手啦嚇。如果你話再遲啲咧，可能連捐贈咧都係閂門啦，因為咧通常佢捐贈咧就係有一堆 project，有啲人投咗，有啲公司投咗，好似我哋公司咁啊，當地有人同我哋即係當地嘅合作嘅人啦，同我哋咧就係有一啲項目咧攞咗啲位翻嚟，咁佢可能都係有剩翻10個8個位啊，咁可能有啲係慈善嘅項目啊、美術啊、體育啊、音樂啊呢一啲即係好難賺錢嘅嘢啦，佢需要喺外面 raise fund 啦，咁佢就繼續俾你 raise 嘅。咁去到咁上下咧，都已經滿咗嘅話咧，就冇㗎啦嚇。咁啊，所以你話愛爾蘭咧要加辣咧係絕對合理嘅，因為我哋揾翻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法國呢一啲即係比較熱門嘅國家咧，其實咧可以入籍嘅咧係越嚟越少啊嚇，或者呢啲可以用錢搭救嘅投資移民咧都係越嚟越少啊。好似英國咁咧，其實佢都冇投資移民㗎啦嚇，咁啊都係即係做一啲即係 BNO 唔計啦嚇，咁可能都係啲人才嘢啊，或者 SUV 啊、Startup Visa 嗰啲要去個當地真係做生意啊，政府有一大堆好辣嘅條件啊，即係要有學歷要求啦，或者居住要求啦等等嘅嚇。咁啊，而愛爾蘭咧佢就冇呢一個居住要求啦、學歷要求啦，或者係呢一個工作經驗啊、投資啊，佢冇乜特別要求啊嚇。咁啊，所以就當時非常之吸引嘅，until 佢突然間閂門嚇。咁啊，所以我成日都講咧世事無常啊嚇。咁啊最近我都有同1、2個客戶啦，都係好朋友，有講一啲關於傳承嘅嘢。即係好多時人就係咁啦，完全明白嘅，因為可能我自己都有屋企人都同佢哋講過下啲傳承嘅嘢啊，點樣即係因為而家我哋係面對歷史上第一次咧，有咁多個 trillions of dollars 啦，唔知幾多億嘅錢啦嚇，係要係我哋上一代即係 baby boomers 嗰代啦，即係打仗完之後啊4、5年係嘛，之後嗰代係最嘅人係揾最多錢噶嘛，咁佢哋嗰代而家攬埋都70幾80歲啦嚇。咁啊，或者80幾90㗎啦，咁啊好多咧，其實都已經去到咧，如果未做嘅都做緊或者諗緊㗎啦嚇，都係要諗下啲資產點樣去留俾下一代啦，同埋今時今日我哋嘅國籍啊、稅務居民身份咧，係比佢哋嗰個年代啊，比100年前咧係複雜好多㗎，特別係當政府都莫財周圍都要搲水搲銀嘅時候咧，咁佢當然對於呢啲傳承啊、遺產稅啊或者捐贈嘅
或者送贈啊各方面嘅稅咧係睇得好緊㗎。咁啊愛爾蘭都如是啦嚇。咁啊呢一啲咧佢有好多辦法咧，無論你有信託冇信託，或者有冇保險，或者有冇遺囑，或者各方面咧其實咧都要係揾專人傾下嘅，因為咧每一個政府嘅做法都唔係好同啦嚇。第一，第二咧就係話佢用唔同嘅名去包裝一件事咧，但係個效果都係一樣，佢都係最後咧希望咧，當你哋第一代將啲錢傳俾第二代嘅時候咧，政府係從中咧就係抽咗一啲佢認為佢應得嘅錢啊。咁啊其實佢就係想將啲錢咧就通過政府自己嘅配置啦，可能擺喺一啲譬如免費醫療啊、免費教育啊各方面咧，就將個機會咧係還即係 redistribute 翻。投資翻落個社會度，咁希望一啲未曾富有嘅人咧有機會咧係富起來啦嚇。咁啊，譬如免費教育就令到好多人可以改善啊，或者可以係上游啦嚇。咁啊，或者免費醫療就令到好多人嘅身體好咗啊，各方面咁樣樣啦嚇。咁呢啲咧都係需要錢噶嘛。咁而政府嘅錢咧 invariably 咧最容易諗嘅第一樣就梗係喺呢啲人民身上攞翻嚟啦嚇。咁所以咧愛爾蘭政府都如是啦嚇。咁佢而家咧就覺得咧即係我要睇住個時間咧都要講下啦。佢嗰度收緊咧，其實咧 invariably 咧就係為咗咧有一個咧 deeper stronger connection with 佢哋嗰個國家。咁即係好似香港咁啊，香港成日講咧，佢冇講明一年要住滿183日嘅，佢冇數到好實嘅。但係佢咧就話有一個本質咧，就係以香港為家。你任何人咧係要去移民嘅話咧，嚟香港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個叫做香港為家嘅精神。咁愛爾蘭咧都政府而家出嚟講話要改革咧，其實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話要啲人咧申請入籍之前咧已經有一個好強嘅關係啊，同個國家，同埋咧係有貢獻，對個社會有貢獻。咁佢點樣去衡量呢樣嘢咧？咁我哋咧就會喺呢度即係慢慢同大家講下啦。咁啊，又見到多一個朋友入嚟啊！呢個天 Wolf 12345，hello hello 好，係啦。哇，唔止得3個朋友仔㗎係嘛？應該有好多朋友睇緊，可能睇緊但係未得閒入嚟打招呼嘅啫係嘛？抽啲時間入嚟打個招呼支持下我先啦嚇。係啦，咁啊講翻咧，其實咧佢第一樣咧係點樣去證明你呢個對社會有貢獻，同埋嗰個同個國家嘅一個好深嘅關係咧？咁就係第一就係話咧佢要你咧就係有機遇。但而家我下面講嗰啲佢建議即係佢未通過，未曾話聽日就 roll 出嚟，佢未講嘅，佢就話建議有咁樣嘅改變，佢認為係需要嘅啫。咁啊，第一樣咧就係英文嚇。咁咧就係因為咧，其實愛爾蘭係唔使考英文嘅。咁好多國家咧，其實你見到歐盟入邊咧，譬如葡萄牙啦要考葡文啦，西班牙要考西班牙文啦，法國咧要考法文啦，意大利要考意大利文啦。咁呢啲咧係非常之合理嘅要求嚟㗎嚇，即係喺政府嘅立場，咁佢就覺得哇，我哋愛爾蘭點解唔要個人民，即係嗰啲新嚟嘅人，即係呢啲移民都要考英文咧？咁嚇，咁其實佢英文好，即係好似而家香港 BNO Visa 嗰啲咁，就係拗咗好耐，咁係咪要考英文啊？咁佢一路以嚟咧就有要求，但係就唔係好深，因為個 B1 同 B2 嘅分別啦嚇。咁我 understanding 可能係一個係中學程度，一個係大學程度咁啦嚇。或者譬如你話葡文嘅，可能係小學程度咁，即係，但係我覺得無論你小學好、中學好、大學程度都好啦。咁如果有一個人係冇呢一個語言基礎咧，其實佢都要投資好多時間落去學習嘅。即係語言咧，唔係話用錢啊！你話攞你加多100萬唔夠啊？喂，200萬，我大你咁啊，再攞多100萬嚟咁就搞掂啦。就唔係呢樣嘢，佢真係要你考試咧，你就要投資時間去讀。咁你諗下攞得咁多錢出嚟搞嘅人，可能佢嘅生意啦，或者佢嘅事業啦，都係非常之忙，唔係話咧隨時可以一日抽1個鐘頭啊，或者2個鐘頭去補習啊、學英語啊、學葡語啊，學咩都好啦咁樣樣。咁而呢個咧就係佢認為你需要做噶啦嚇。咁啊對睇你個教育程度去到邊啦。咁如果你本身英文都唔係好嘅，而家突然間話考英文咧，其實咧都幾吃力㗎嚇。咁啊同埋我知道咧愛爾蘭咧當時啊，你講中國人嘅申請咧最少都佔咗嗱應該咧佢中國入邊咧。唔係 sorry， 應該係佢總外國人嘅申請咧，90%咧都係中國人嚟啦嚇。
咁香港可能都係佔好少啊，因為即係你諗下嗰個人口比例嘅入邊但係我意思係即係中國籍啦，就有90%。咁如果咧係即係其實中國人咧，你即係個榜咧擺喺香港，譬如香港投資移民啦，中國人佔95%㗎嚇。雖然咧佢有第三國身份，你又見到佢係寫住非洲人Vanuatu 人咁都好啦。咁佢畢竟最後咧最 trace back 個 origin 咧都係中國啦嚇。好啦，咁呢個係語言嗰方面啦。咁第二咧就係話佢要你居住嘅時間啦。咁佢話即係語言就能夠令到你更加融入社會，同埋咧可以容易揾嘢做同埋同其他即係製造和諧因為你語言好，當然同當地人嘅溝通會好咗啦。咁第二樣佢覺得重要嘅咧就係時間。咁你話你語言好好，但係你個人都唔喺嗰度住，你又何來能夠同當地嘅人溝通咧？係咪？咁你住得耐咗，你就會了解當地人民嘅風土人情生活習慣各方面呢個一定係咁噶啦。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其實你嗰個小朋友，其實即係就算唔係小朋友，大朋友都好啦，你用咗1年1日嘅時間咧，其實對當地嘅認識係好少嘅啫嚇。咁如果你話入籍都係講緊5年，咁你9年住5年，咁你可能隔1年咁樣去一次住滿1年，或者你1年住半年咁，其實都唔少嘅。咁但係而家咧就話唔得啦，我要你咧係住8年啦咁。哇！咁如果你係住8年同5年咧，個分別就好大咯，我覺得嚇，即係差唔多 double。咁當然啦，佢冇叫你住10年咧，偷笑啦。咁而家假設話佢會建議8年。咪即係佢建議話8年，我假設佢通過啦，咁都係真係差唔多 double 咗啦嚇。咁如果佢真係通過嘅，你都冇計噶啦。咁又要去翻好似用葡萄牙嗰個例子啦。咁啲人就會出嚟問啦：你今日通過，我假設譬如今日啦，8月27號。今日通過，但係我係3年前或者5年前嘅 program， 好似我自己咁，即係我公司好多客戶啦，其實咧係5年前或者再之前6、7年前咧已經係申請咗愛爾蘭，咁佢甚至乎咧啲錢已經翻嚟，因為過咗5年啊嘛。我哋嗰個 program 有啲好似4年就已經攞翻啦啲錢，咁咧你個客就會問你：喂，咁我會唔會受影響咧？我係咪又係呢啲要坐10年移民監或者8年嘅人咧？定係我唔包在內咧？因為我一早已經申請咗，咁呢個咧就有排搞啦。因為咧即係你問我，其實佢睇佢點演繹呢樣嘢啦嚇。咁佢可以話你呢個 program 原先就係一個即係 residency 嘅 program，就好似葡萄牙咁啊。佢係一個 residency 嘅 program 嚟嘅啫，佢唔係入籍 program，唔係好似土耳其咁一步到位講明俾你聽，你呢個 program 就係能夠入籍噶啦。咁而家愛爾蘭葡萄牙嗰啲 Golden Visa 咧，全部係攞居留卡居留權啊嘛。咁你有呢個居留，佢冇攞走你嘅，你依然都係1年住1日，佢冇改呢樣嘢。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入籍咧，佢就而家即係個建議咧，就係話唔得啦，太簡單啦，我哋咧就要求高啲，提翻高啦。個要求咧就要係住滿8年啦。咁有機會咧，真係令到咧之前我而家都已經有啲客戶就已經嚟問我咧，喂。咁我原先諗住話可能我已經住咗5年噶咯噃，我諗住出年就遞紙噶咯喎，又或者已經係準備遞紙噶咯喎，仲諗住揾你搞噶咯喎，Jenny， 點解你而家無端端唔係我咁啊？因為即係呢個消息都係8月22號先至，我都喺網上見到嘅啫咁，即係先至出嚟話係有機會咁樣改啦咁。咁你而家改咗之後，有機會咧就係將我之前頭先講啦，啲客5年前嗰啲客咧，其實都係受影響嘅，或者總之你今時今日佢 roll 出嚟嗰日，你未攞到本護照嘅所有嘅移民咧，都會受影響嘅嚇。即係佢只係分2條線，就係話由今日開始。向前嗰啲先至受影響啊，定係向後嗰啲都受影響咁解嘅啫嚇。咁呢個咧，我哋咧係冇辦法可以知道啊，因為政府做嘢咧係唔需要即係而家咧，尤其是問我哋詳細咁了解各樣嘢噶嘛。呢啲都係即係到時佢即係 roll 出嚟或者成嘅咁，可能最多俾翻1-2個月你1個月或者唔知幾多個月 notice 咁。我諗可能都冇，可能好似上次佢話即係取消佢暫時關門，佢都係今日講聽日就生效噶啦嚇。咁所以咧係有啲我亦都有啲客戶問我咁我原先係諗住咧入咗籍咧就即係帶個仔去英國讀書噶咯噃咁咁而家點啊咁啊可能真係要再褪後少少，但係呢個咧 again 又係真係要等佢
通過咗先至可以落實啦。咁啊，暫時都係得個諗字嘅啫嚇。好啦，咁啊，以後見到啲朋友仔啊，呢個豆丁啊，hello 啊，未見過呢個名嘅新朋友係嘛？hello 豆丁，真係冇啦，要學其他語言唔係咁易係啊。咁你唔學語言都有其他啲國家或者其他選擇，土耳其咪唔使咯，係咪？但係咧，土耳其咧唔係一個點講啊？土耳其係排緊隊想入歐盟，但係唔知佢幾時入到㗎嘛？咁呢個冇人會答到你啦嚇。咁啊，但係你話實質上咧，佢本護照又都算係幾好用㗎嚇。咁啊，對比歐盟梗係差好遠啦。你去美國要簽證啊各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歐盟護照咧，佢個要求到時就即係如果佢入咗歐盟，咁土耳其仲會唔會係40萬美金可以一家人俾本護照你咧？即係譬如你一家4口，一人都10萬蚊成本咧，就絕對唔會咯嚇。因為你講緊呢啲嘢咧，政府唔係傻㗎嘛，佢一定咧係心入邊有條數，即係佢都會識計數㗎嚇，一定係有咁樣樣。咁變咗咧，佢就會有一個即係絕對係會加價嚇。佢一入到歐盟嘅話咧，我諗到100萬美金咧冇走雞㗎啦嚇。咁啊，但係講翻轉頭，能夠喺一個市場上一步到位攞護照嘅咧，其實都冇乜㗎啦嚇。咁如果大家咧係有呢個需要啦，想快啲去，即係因為即係中國咧，尤其是而家都係全球徵稅啊，最近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咧真係對呢一個即係自己嘅身份啊、自己嘅稅務居民身份啊，或者自己嘅同埋資產嘅自由啊、自由流動咧，係非常之關注，甚至乎係安全啦嚇，即係人。即係個屋企人啊、資產啊、各方面嘅安全啊，都好關注嘅。咁其中一樣絕對需要做嘅咧，就係話，即係你買樓、你做投資都唔會全部集中晒喺香港或者中國啦嚇，你都係會分散風險嘅。咁如果你自己嘅身份啊、你嘅生意啊、你嘅投資啊、你嘅貨幣啊，全部都係香港或者中國啊，全部係揸人仔啊，廠房又喺大陸嚇，咁啊你生活又喺大陸啊，咁啊你嗰個房地產啊、生意冚唪唥都係一個人控制嘅，咁啊，梗係風險非常之集中啦嚇。咁啊，今時今日呢啲嘢咧變得咁快，我覺得咧，你話分散風險咧係一個特別係對於自己嘅保護啦，或者家人嘅保護啊、財產嘅保護咧係 imminent 㗎啦，已經係去到咧係馬上需要啊，唔係仲有時間俾你拖，係要 imminent 㗎，係即刻㗎啦嚇。咁啊，只係話你即係如果諗住自己喺網上面做下少少問 AI 做個 search 可以搞得掂嘅，咁我哋公司或者我哋呢個行業咧就唔會話即係存在到啦，亦都有咁多年啦。咁我哋都講下都11年啦嚇，差唔多做咗。咁咧就係即係有呢一個同埋嗰個需要咧，就係同唔係淨係話一個移民唔係呢樣嘢，其實咧係整體你嗰個投資，因為移民就係一種投資嚟㗎啦，已經嚇，仲要係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長遠啦，一定賺嘅回報，一定賺嘅投資嚟㗎。你見到佢咧，只有越嚟越貴，越嚟越難，係非常之少咧，會倒翻轉頭，越嚟越容易同埋越嚟越平㗎。咁啊，而且你啲錢攞得翻，好似我啲客咁愛爾蘭投資移民嗰啲好多都攞得翻啊，可能賺少少咁樣樣，就非常之開心啦。老實講係咪？咁啊變咗呢啲都係一個人生嘅抉擇啦，同埋人生嘅轉捩點啊。尤其是你有細路仔嗰啲，即係而家香港你都知一定係好似羅奇講咁啊，即係變成一個中國嘅城市可能真係好似深圳咁嘅咋。咁你嘅競爭力就同以前好唔同噶啦。咁而細路仔咁佢又係即係冇我哋當時嗰叫做光輝歲月嗰啲咁樣嘅機會係完全唔會有噶啦，基本上嚇。咁你只係希望佢哋譬如喺如果個市場喺歐洲俾到佢哋嘅發展嘅機會，佢就有呢個身份可以喺嗰度生活同埋工作啦。或者喺美國、喺美洲加拿大或者美國有呢個機會，或者喺澳洲有呢個機會嘅話咧，咁因為佢有呢個身份咧，佢就可以咧增強到佢競爭力。呢個肯定㗎啦。如果你喺第二度做嘢，我哪怕你有當地嘅學歷，即係你喺美國做嘢，你係美國大學畢業都好啦，你冇美國人嘅身份，你淨係搞嗰個抽獎。我咪上一集講咗啦，美國因為佢即係嗰個visa 嗰個佢有一個即係 working visa，就算有人擔保你都要抽㗎嘛嚇。咁即係你可能有幾廿萬人抽，咁但係佢得8500個位，咁就同你嗰個實力冇關係，係同你個運氣有關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啲真係要揾專人咧，同你去即係詳細咁傾下。就係我哋會即係同客戶啦 one on one 坐低傾下，就係究竟你屋企而家嘅情況係點啊？你個收入係點啊？你個背景係點啊？
啊，或者個 net worth 係有幾多啊？咁即係你嘅淨資產係幾多？你淨資產100萬同1000萬同1個億同10個億就有好大分別啦，係咪？因為市場上可以俾到你嘅嘢，你可以做嘅選擇就梗係好唔同啦嚇。咁就係要去做一啲量身訂造嘅方案啦，就真係要花啲時間啦，去了解下其實你係點樣嘅，即係究竟你係正所謂咩料啊咁樣樣嚇。咁啊而你又想要啲咩啊？咁你願意付出啲咩啊？咁啊人生啊都係不停咁 mix and match 啊，即係大家即係配對啊，我願意付出呢啲我係咁樣樣，我又想得到呢啲，咁你完全咩都唔付出，又想得到好多嘢，咁啊梗係好難啦。咁但係你話你願意付出好多嘢，但係你付出嘅人哋別人唔想要喎，咁啊就冇用啦，係咪？即係你都要有一啲係人哋認為有價值嘅嘢攞出嚟，人哋先會考慮俾翻佢嘅居留權利。因為每一個入咗去當地嘅新人類或者一個新，好似香港嘅新移民、新香港人，其實就會對於現在已經留喺個社會入邊或者原本喺個社會入邊嘅人咧係有影響噶嘛，每樣嘢都互動噶嘛。咁所以咧政府啊咁啊繼續講另一個要求咧就係話咧你要證明你自己有呢個工作嘅或者經濟嘅能力。咁呢個經濟嘅能力咧，就即係話咧，唔需要依賴政府啦。嗱，咁我都有客問，喂，我過去咁多年咧，我有攞過，唔係完全冇攞過啲福利喎，有攞過喎，咁點算啊？使唔使俾翻佢啊？咁定係話有攞過未？無論你係乜嘢福利都好啦，只要你攞過咧，就已經玩完㗎啦，佢就唔會俾你申請入籍㗎啦，咁啊死啦咁。啊，你以前冇咁講喎，你話可以申請㗎喎，好多人都有，我先至去申請㗎啫喎，有啲細路仔嗰啲叫做奶粉錢嗰啲咁樣，唔係好多，不過好多人申請，我順便申請下嘅啫，咁我最多咪俾翻你咁，係我個客就咁講話，我俾翻佢咯，咁即係唔係話你而家攞翻出嚟就算噶嘛，咁啊政府有佢嘅諗法嘅，咁但係呢個即係亦都唔需要太早擔心啊，我成日都話，因為呢啲嘢。政府都係即係暫時都係草擬嘅啫，等佢真係 roll 出嚟或者差唔多 roll 出嚟先算啦。咁好似葡萄牙咁，當時都係講好耐咁啊，有人反對，有人贊成咁啊各樣嘢咁啊拉布啦，正所謂嚇。咁啊雖然而家香港冇呢壇嘢啦，冇呢啲嘢啦嚇。咁啊等佢真係即係 roll 或者 confirm 咗先算啦嚇。咁啊係啦，咁第四樣嘢咧就係話咧你要有呢一個工作嘅能力或者工作嘅經驗。咁我亦都係有客戶都問，喂，我譬如個太太係冇做嘢嘅，其實好多即係女人仔咧，所謂冇做嘢咧，佢係喺屋企入邊啊打理頭家啊，或者照顧小朋友啊，車出車入接送啊，或者係教佢功課，其實都已經等於一個 full time job 啦，都好辛苦。咁老公揾錢咁解嘅啫，打錢俾佢或者即係各樣啦咁樣。咁呢啲又點計咧？咁又係唔知嘅喎。咁佢話你要有證明你有工作能力，證明你有咁樣嘅即係嗰個金錢方面啊財政嘅實力可以照顧到自己嚇。咁呢個又點咧？咁呢個即係如果你話我過去5年都冇做到嘢嘅喎，但係我個收入咧係我屋企另一個成員打落去俾我嘅喎，咁又點計咧？咁呢啲都未知啊嚇。咁政府係。想即係確實咧，如果你入咗籍之後咧，你只會係有貢獻，而唔係會喺度攞福利攞着數咯。咁呢個我覺得好合理嘅。以之前我哋都講過，好似台灣收緊嘅時候咧，佢都強調一點咧，就係話呢啲新移民嚟咧就唔希望嚟到咧係嚟睇醫生啊、攞福利啊、免費醫療啊、啲細路仔讀書免費啊各樣嘢咁樣。係，其實我咧都係仲係要飲好多水，因為咧雖然話冇乜嘢咧，咁但係其實咧都係即係如果要咁集中精神去做節目咧，都係有啲辛苦啊嚇。咁繼續講啦，就係頭先講咗幾樣嘢啦嚇。嗰個工作嗰度啦嚇，咁跟住咧就係講呢一個財政嘅實力啦，同埋呢個咧嗰個無犯罪啦，我覺得香港人唔需要太擔心啦。我好難 imagine 有個人咧去到呢一個豆丁係咪慢慢來？多謝你啊！我都係即係咁樣嘅 condition 咧，講嘢係細聲咗啦，同埋慢咗啊！呢個 inevitable 都冇辦法啦嚇。咁下個禮拜應該冇乜嘢啦嚇。咁就真係啲天氣真係咧係好難適應啊！真係冇辦法嚇。咁咧就繼續講咧，佢就要你係冇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喺愛爾蘭住咗10年或者5年咁啊，你曾經打劫銀行咁啊，梗係玩完啦，絕對唔會入到籍啊，俾人拚走啦或者拉咗啦。咁如果你話我喺7唔記得俾錢喎，我攞咗佢嘅3文治，因為
即係呢啲你點講啊？或者你我覺得都唔會即係 extremely unlikely 唔會發生啊。但係佢意思就係話，如果你犯咗一啲好 trivial 好少嘅事咧，佢都唔會咁衰嘅，唔會話唔俾你去申請入籍嘅。但係如果大鑊嘢咁，梗係唔即係梗係講緊話殺即係咩點講啊？即係打家劫舍啊嗰啲咁嘅大鑊嘢啦，有警察嚟拉你嗰啲啦，已經可能拉咗去坐咗咁嗰啲啦，咁啊梗係就冇噶啦，唔會俾你申請入籍噶啦嚇。咁咧你呢啲香港人就唔使太擔心嘅嚇。咁啊主要咧就係有時可能喺街上面有啲人遊行啊示威嘅時候咧，你經過咧就小心啲啦。咁啊會唔會有啲咩殃及池魚咧？我就唔敢講啦嚇，因為佢而家就會揸得好緊啊，即係覺得佢係要 make sure 你咧係對個社會咧唔單止咧係冇危險啦，仲要咧係對個社會有貢獻啊，所以咧佢係要 make sure 咧你係冇呢一種咁樣嘅傾向啦，即係或者係冇呢一個行為啦嚇，即係你嚟咗愛爾蘭嗰10年或者5年都好啦，冇呢一個犯罪嘅行為或者傾向咁樣樣啦嚇。傾向我唔知啊，因為佢而家講咧就係喺再下一個條件咧，就係喺呢一個叫做咩？即係個 due diligence 盡職調查嗰度咧，佢而家就講明咧就係會咧收緊啦。咁即係話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幫啲客做咧，咁啊啲客咧就係唔會知道啊。點解咧？其實咧佢哋通常咧都係唔係淨係愛爾蘭啦，全球都係啊。咁你去第二個國家你申請移民咧，一定有一樣嘢咧，就係當地咧佢會有 agency 咧係去做一啲咧譬如你報咗個地址，佢真係會有人咧係去咧上門咧去睇下有冇人住啊，或者係呢個地址係咪真實存在啊咁樣樣。我當然我唔知個 details 係點啦，但係咧佢而家咧就係特別關注咧就係你個銀行戶口嗰啲嘢啦，你嗰啲資金嘅嘢啦，同埋咧你個居住咧係好關注啊，就唔係淨係愛爾蘭度度都係，即係佢好想 make sure 係咪呢個人咧係咪真係有呢個人咧？咁呢個人係咪真係呢度住嗰個人咧？咁同埋咧你任何資料變動咧，佢 expect 你咧即刻通知佢，因為咧而家嗰個背景調查咧就係嗰個 affiliation 啦，佢又唔係淨係睇你喺邊度住啊，邊度做嘢，你啲資金嘅變動啦，咁佢都會問啊，點解咧？就係因為你都知有反恐嘅問題啦。咁即係因為都唔使講咧，地緣政治咁緊張啦，同埋只會越嚟越緊張啊！我覺得係冇諗過咧，呢幾年咧，即係疫情之後咧，嗰個政局咧係變得咁快啦，同埋變得咁緊張嚇，就好似有時都覺得好似我啱最近睇咗《魷魚遊戲》啊第2集同第3集啦，我都成日同大家講，我成日睇 Netflix 啦。我覺得 Netflix 咧真係即係有時我都要個慨嘆咧，即係成日話人生如戲咧。我記得我有個好朋友同我講咧，就係話係戲如人生咧，都唔會點錯真係。哇！嗰個真係講緊喺韓國啊，即係南韓嗰啲生活點樣逼人法咧，真係見到都真係嚇死人啊嚇！咁係啦，咁再講翻呢一個 changes 啦。咁我差唔多講晒咗冇？頭先講咗啦，冇犯罪啦。咁睇下先啊，應該就仲有咩咧？8年啦，應該都差唔多講晒喎。睇下仲有冇講漏先。因為有好多 changes 啊。嗱，或者我重複講一次啦，就係啦。咁第一個咧就係由呢一個入籍申請嘅時間咧，本來話住滿5年啦，而家就要有機會改住滿8年啦。第二就係話有機會需要考英文啦。第三咧就係話咧要你有一個財政上嘅經濟嘅能力啦，係能夠去支持你嘅屋企人嘅生活啦，或者你自己同屋企人嘅生活啦，係完全唔需要政府負擔啦。第四咧就係呢個工作能力啦，佢要見到你有做嘢或者做過嘢，或者呢樣嘢係即係能夠你嘅技能夠喺社會喺愛爾蘭生活啦，又係唔會令到個社會造成負擔啦。咁你係需要證明你嘅工作嗰個經驗或者技能啦。第5咧就係話呢個良好嘅品德啦，即係你過去咁多年喺愛爾蘭有冇犯事啊犯法啦。咁亦都講明啊，如果你做即係少嘅做錯嘢咧，譬如你violation 即係譬如你遲交租俾人入稟告你嘅，連續3個月冇交租入稟告你嘅，或者你係揸車你 speeding 嘅嗰啲咧，佢即係有分輕重嘅嚇，同你去打劫銀行啊，去即係喺酒吧同人打交入咗醫院啊，人哋真係要開刀啊嗰啲咁，梗係有分別啦嚇，即係佢又唔係話會零
罪案記錄嘅，即係總之唔好係大鑊嘢啦嚇。咁跟住咧第6樣咧就係呢一個盡職調查啦。咁佢亦都講咗咧，就係話而家嗰個審查咧，就喺入籍之前咧，佢會再做一個盡職調查，就係再睇翻你啲文件啊，再睇翻你所有嘅嘢有冇問題，係啦，咁就要 make sure 你係嗰個人啊，係所以我哋咧都知道，唔係淨係愛爾蘭，好多政府啦都而家係即係我哋幫佢入紙啊，或者係律師幫佢入紙啊都好啦，咁其實咧就係喺嗰個佢一日未攞到永居或者未入籍之前咧，政府咧而家個 monitor 係緊咗嘅，你見到佢每一年都要問一次。你個客有冇咁樣，真係覺得係緊咗咯，真係嚇。咁跟住第7樣咧，就係呢一個整體嘅對個社會係咪一個負擔啦？佢會全方位咁睇啦嚇。咪你一個咩人啊？你屋企有咩構造啊？你哋對個社會有冇啲咩唔好嘅影響啊？或者會唔會造成威脅啊？咁嚇。咁第8樣咧，就係對個社會咧有冇貢獻啊？咁整體嚟講咧，就譬如話我覺得有啲嘢會攞分嘅，就係可能你喺個入邊有譬如有買樓啊。咁有買樓即係有交稅啦，唔使問啦嚇。跟住咧，你亦都係有工作啊，或者係你有有啲投資啊，又或者係你有一個生活上嘅可能，因為佢係話你同個社會個關聯性啊嘛，個 strong tie， 即係可能你成日去參加咗當地嘅教會啊，咁你有去一個教會入邊嘅嗰啲聚會啊，或者望彌撒啊，或者叫崇拜啊咁樣，即係咩 depends on 你係咩教會啦咁。或者係一啲機構啦，慈善機構啦，你有喺當地支持一啲慈善嘅嘢啊各樣啦，咁同個社會個 tie 係咪好近咧？即係好 strong 咧，好緊咧嚇。咁係啦，咁大致上啦，我諗應該都講晒9樣嚇，咁有冇10樣咧嚇？咁咧就即係。整體啦，我覺得最重要嘅嘢咧，咁就我就講咗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會 roll 出嚟啊？同埋幾時咧？咁都快嘅我亦都同一啲移民律師啊朋友啊傾過啦。我自己公司啲都傾過下咧，就有機會真係3至6個月咧，就已經可以 finalize 到㗎啦嚇。咁即係拭目以待啦。都係嗰句啦。咁咧早3年好過遲1日。咁呢啲嘢就係即係我覺得我成日都講，你今日使1000幾百咁揾專人同你傾下偈啊，咁我哋公司絕對咧係好樂意咧幫你去做一個量身訂造方案啦，咁就希望第日啦幫你咧係賺翻呢一個1000幾百萬啊，咁絕對值回票價嘅。咁anyways 講到呢度咧都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嘅 ，thank you，拜拜。